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国内增加44294个本土，另外增加12个人死亡，118个人中重症，拢是过一天上济。上北今日拢宣布，若是学生快筛阳性，免等 PCR， 就会当随当做较紧处理。港版的同学有3天的放假。香港特首今日选举由李家超当选，刘委会呼吁新特首要尊重香港人追求民主的权利。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疫情。今日咱国内有44294个本土，中重症嘛增加118人，有12个人死亡。另外，指挥中心今日是宣布讲，若是定定接触长照机构较真正的人，亲像是照顾者也是看护，只要快筛阳性，免等 PCR 就会当开始治疗，避免继续维护抵抗力弱的老大人。国内新冠本土疫情继续升悬，七八礼拜新增加44294例本土病例，总共7县市病例数超过上千例，其中以新北市新增加17948例上多，扩散来是台北市8000多例，桃园市是5000多例。昨天大概46000多，大概少了2000多名，大概少了5%。那是不是真的在平稳？那还要看看这2天的一个数字才能够比较清楚。另外也新增加118例中重症病例，其中有12例死亡，双双创下今年以来一天内底上侪纪录。另外今年1月到5月总计中重症有707例，七八新增加12例死亡的个案，年龄在60岁到95岁，有6个人无做过疫苗。12位当中，有6位是没有接种过任何1剂疫苗的，另外有2位是接种过1剂的疫苗，所以在今天公布的死亡当中，还是以未完整接种的占多数。另外为降低高龄确诊者中重症风险，指挥中心宣布，许大型的长照机构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亲像照顾的人、看护等，即日起即要检查阳性，就使由组织的病院来开药治疗。只要是属于住宿型长照机构的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那他不用等到这个 PCR 阳性，他在快筛阳性的时候呢，就已经可以先符合这个投药治疗的资格。另外，七八开始，地处隔离包列对象改做带工位的亲友，但是中共七7以前，因为学校也是工作场所被包列的地处隔离的对象全部来取消。官方网络来流传，口服抗病毒药物只有中重症使用。指挥中心澄清指出，口服抗病毒药物总共采买70万份，主要服务症状甲轻症使用。这阵辉瑞新药已经开立1249人份，默沙东口服药开出750人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病例有关是湘北地区上介济，新北有17000多例，台北8200多例。逐天确诊的人数遮尔济，验 PCR 速度对袂到。所以湘北今日就宣布讲，老师、学生只要快筛阳性，就会当照停课的标准来处理，唔免等 PCR 结果出来。望讲赶紧处理，减少疫情继续烧话。5月7日全国新增加本土病例虽然减少，不过新北市也是比初七增加1178例，来到17948例。为了强化 PCR 检查量能，新北市新增加树林、林内社区甲邦桥、永安社区的检查站，社区检查站数目增加正多37处，并且补助加收6户，每户500块买检查器械，会直接汇入户头，有17837户会受到补助。另外，教育部学校停课标准新制开始实施，新北市决定免等到 PCR 阳性，师生即要检查阳性，就使来启动校方自主的应变的流程。所以学生只要快筛阳，就立即启动。我们在乎的最重要是我们的执行，让保护校园师生的健康安全能够快速的把它做好。另外，已经宣布停课学校按照原来计划，也使经由校内防疫会议来通过，依照新制办理，并且授权各校看情形决定实体、线顶也是分流教学，降低学生为着风险。而伫台北市部分，考虑无到马上知影 PCR 检验的结果，也决定师生检查阳性就启动预防性停课机制。另外，18岁以下的学生加幼儿，初九开始若是出现症状，延到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妇幼园区第2医疗大楼接受离校专门急门诊的治疗。提供给我们18岁以下的儿童来服务一个防疫急门诊的这样子的一个快速通关那请民众可以先利用我们联合医院的官网，还有电话预约等等。台北市初八新增加8213例，比前一天9245例较少，是不是受到假日效应影响？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
医疗的资源面对考验，双方拢表示讲对家己的医疗体系有信心。虽然讲是一场考战，不过要经得过。为着让资源用伫咧上界需要的所在，双北市长拢强调讲，照好甲关怀资源，会以中等情感高风险的族群优先。现在才几点就这么多电话？母亲节早起9点半，台北市长郭文泰早咖啡到大安关怀中心慰问上班的人。这个国难当前，大家就辛苦一点。想到未来要如何照顾更较大量的确诊民众，郭文泰头真疼。我还想哦，还是真的全部弃守，只看中重症，这些都不做。我还想这个问题。不要玩了。关体希望中央和抗病毒药物放令使用，让病人赶紧得到药物治疗。也有医疗院所传出群组感染，或者是国家隔离人力不够。亲像台除了急诊员工超过10人确诊，14天病房又11位医护人员病人家属染疫。不过中最近要求各院所将专接病房增加到3成，就台北市来讲，差不多是3000床。医生背景关体承认对病人来讲不简单，不过伊对台湾医界有信心。没问题的，我对整个台湾医疗的这种能量，我还是相信的。这个最后关头，你知道吗？虽然有时候会抱怨很累来干什么，但是在最后关头还是会撑过去的。照中央3项要求，新北市专接病房会增加到1936床。侯友宜表示，目前要算充足，未来希望减少非必要加紧急性的医疗。所以我们的医疗量能最重要的保全目标是在中重症以及有高风险的族群。侯友宜也到市会居家照护关怀中心送简阳花，感谢大家假日上班协助防疫，也希望因继续协助市民健康平安。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即阵疫情满世界，各单位的前线人员拢是冒受感染的风险咧为社会服务。亲像警察即阵咧临检巡逻处理车祸时阵，真有可能拄到的就是确诊者。所以，警察权益关怀协会就希望政府会当加提供一寡快筛试剂给因，保护因，嘛是保护社会。青白赛查甫人想要颠倒向翻过台南安南区中和路段，马上互直行机车撞倒，警方甲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处理。这查甫人车厢内底竟然落出快筛阳性试剂，前往医院 PCR 检查，等待结果同时，也自行做了快筛，显示阳性。该男子急忙骑机车返回住家，路途中不慎与另一部机车发生事故。不过这毋是个案，切了透早要顺路环境拄到女性确诊者查车求助，因为医院问题，一般旅馆免收确诊者，最后由警方协助通报，联络防疫计程车。因为什么代志需要警察，然后拦车，讲就是确诊了。另外，高雄整个月后，保安民众互警方送医了后，采检确诊，疫情严重，互环境拄到确诊者几率变悬。为避免染疫，除了准备充足喙暗酒精，有分组所将精神救甲护挂，有警局设计帮外勤也爱甲民众有开距离。以往来讲，民众都是坐在我们旁边，但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会请民众坐到对面的办公桌，看着另一个萤幕的电脑，其实这内容都是同步的。这样处理车祸也不要避免跟民众太过近距离的接触。虽然疫情滚价，按过不少派出所，逐工医院会受理900件报案，唔知什么时阵会拄到确诊者。警方会也呼吁政府和警方者爱并环接触无共款民众的单位，应该爱加配发一寡快筛试剂。记者综合报道。古话讲，生会过加酒芳，生袂过死地芳。这是形容女性咧生囝拢是冒生命危险，实在真辛苦。即阵佮加上疫情是更加危险。这2天伫咧宜兰甲屏东拢有确诊的负心人成功破百，物件拢平安。不过进前伫新北有一个确诊的患者经无过，妈妈甲囡仔拢不幸过往。所以妇产科医学会就针对确诊的有心妇人人定出新的临床指引，希望会当降低风险。手术室内底传来婴儿哭声，一个新生命顺利到这世界。这妇人人有心36礼拜过6天找5产检了后，PCR采检确诊。考虑妈妈甲胎儿的安全，医疗团队决定在7日提前破百生产。经过1点钟的努力，屏东第一个新冠妈妈顺利生囝。我们在术前有在做一次紧急的演练，然后呢，
就完成了这个剖腹产手术，那过程呢是相当的顺利。另外，罗东堡的病院也伫母亲节进前为一名有生38礼拜确诊妈妈剖腹生囝，不过因为进前发生新北一名妈妈确诊，紧急剖腹之下，囡仔甲婚姻人拢过身的不幸代志。台湾妇产科医学会也研议新办的孕产妇临床指引，提供指挥中心来参考。因为产程上面是不可预期的话，当然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剖腹产。指挥中心表示，已经受到妇产科医学会指引建议，强调针对调整收治政策，各界对孕妇收治分流上有人感觉条件伤过严，我希望在厝顾家照护，相信会在车站开会讨论。对新报这妈妈是因为血管血压塌掉的死亡，是不是考虑和国内确诊孕妇在医疗指引当中建议开抗疫会诊？指挥中心表示，妇产科医学会捌开会讨论，考虑台湾孕妇确诊发生血压塌掉的几率比国外较低，所以抗疫会诊也无被列入新办的指引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中国北京即阵的疫情是开始咧压，部分地区开始做大规模的体检。也若是上海，虽然讲确诊人数有较降，不过因中央是要求要彻底压制疫情，所以上海有一寡区域又搁封锁。也若是日本迄边，因为防疫限制放零，加上即阵是因的黄金周连假，所以讲疫情搁有清悬的办势。民众一个排队，线来由医护人员进行 PCR 检测，要来确认家己的身体状况。这是中国北京为了避免新冠疫情爆发，亲像上海长时间封锁情形，北京朝阳区、房山区也有丰台区以及其他过去2礼拜，发现确诊者小部分地区的民众拢要接受新一回合的新冠病毒检查，因为今仔5月初6到初7，就新增加78例本土确诊病例。应该好好的配合国家的工作，然后呢，该隔离隔离然后该居家居家。另外，这疫情真严重的上海，测评通报为着数目降到4000例以下。不过，为着达到官方所要求的最后攻击，上海真侪地区这2天搁再实施全系静态管理，民众一概配合，都不能出门。一定要积极的来配合，也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周围的对家人负责。另外，这处在黄金周2假的日本，在防疫限制大幅度来解除，即阵真侪人拢出门来旅游。Okinawa初7的确诊数竟然达到2375人，新冠纪录，疫情呈现快速清关的情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报告估计，在2020年1月到2021年12月31日期间，直接也是间接甲新冠疫情相关总死亡人数大约是1490万人，将有互外界对这波疫情所带来冲击提供一个数字。What we also reported today is that majority of these deaths occurred in Southeast Asia region, followed by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世卫组织表示，这数据计算，因为疫情所造成的所谓超额死亡，也凸显所有国家必须投资打造更加有韧性的公卫系统，才法度在会期期间来维持必要的公卫服务。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特首的选举今日早起投票，候选人只有一个李家超，摕到99%的选票当选。针对选举的结果，刘委会是呼吁新的香港特首要尊重民意，莫阁伤害香港的自由人权。香港特首选举结果公布，中联办唯一支持也是击败选举唯一的候选人李家超，无人竞争之下来胜出，成做第6任的香港特首。無論係支持我定係唔支持我都衷心感謝，因為你哋今日係支持咗行政長官選舉嘅投票日。這是香港新選舉制度的頭一場的特首選舉，並且以一人模式來登場。在初八早起11點半投票結束時，總計有1428名選舉委員投票。李家超最後得到1416張的支持票，也有8票反對，打破特首選舉以來上懸的支持率達到99%。We must continue to ensure the comprehensive, accurate, and firm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people administering Hong Kong, and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出身警队做过政务司长李家超處理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手法容易，得到北京的認可。學者分析，勝選了後，北京更加可能直接來主導香港的施政。我希望佢哋咧就唔好當。為了確保投票日迄天萬無一失，警方出動大約7000名警力，有布條要求實行雙普選。
社会民主连线主席陈宝英甲2名成员，原定计划在晚在会展中心的主投票站外口抗议，不过游行活动还未开始就被警方抓来，最终3个人只好在原地来读声明。随后现任特首林郑月娥随即发声明来祝贺。另外，这选举的结果也提报予中央人民政府。再来就等待北京的任命，预计7月7日宣誓了后，李家超就正式来上任。公视新闻王佩文编译。今日是母亲节，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因过节日的这个拜6礼拜，这家庭拢会出门游览，去餐厅食一顿青草的。不过今年因为疫情，景点的游客是减真多。台中有餐厅超过4成去互退订。屏东的慢慢猪脚鸡，民众嘛拢该包回去厝食较济。停车场也有几个空位，南投合欢所多关花季，拄着母亲节原本想讲人会真济，想不到后干前冷清的情形行一条。今天上来这次人潮比较少，跟之前比起来少蛮多的。平常这边应该没有停车位。好了，我们要出发了。今天上来看到的是怎么样？有一点惊讶。国内本土确诊人数一直清悬，目前在各地游客减少真济。台中福寿山农场拄好路边花大开，以前订房率有8成，今年受疫情影响，团客全部退掉，只剩懒散的游客。这么美丽的风景，刚好遇到疫情的影响，使得我们的团客几乎全部退掉了。那剩下的散客，也只剩下5成。餐饮业也是哀叫，台中北屯一间餐厅母亲节原本订位已经8成，不过台中连续2天超过2000例确诊，民众唔敢出外食饭，有4成消费者退掉。母亲节的档期应该要在1-2个礼拜之前就应该要达到8成的这一个订位量，但是疫情的关系有升温，所以陆陆续续都有客人在做取消，将近有4成左右。受民间风俗影响，屏东慢慢猪脚鸡每年母亲节拢会真侪人来买，不过今年明显外在济，伫内底食少。跟往年比起来还是有点差啦。有差，看好像都外带比较多哦。对，大部分都是外带的。民众伫厝防疫过节，观光餐饮业是苦苦支持，家己想办法自救，延长优惠时间，推出外在优惠2万元度过这波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新的停课规定，国校若是有学生确诊，迄班就停课3天，英国是停7天。即阵绿岛的家长就烦恼讲，绿岛的医疗资源较无够，惊囡仔遐尼紧恢复上课会去防卫到，决定要甲囡仔请假。台东的教育局表示，会尊重家长的决定，卖安排老师伫咧网络顶上课。绿岛乡最近因讲，逐工拢有新增加的确诊，总计将近40例。岛上常住人口大约是3000多人，民众已经真烦恼讲医疗资源不足。卷中央阁调整学校的停课规定，有确诊者小班级停课3天，比之前的标准更加放松。绿岛国小原本停课92，调整了后摆就要复课，结果团数家长烦恼讲囡仔无做疫苗，若是复课真会互话着，只好不得已家己请假。有的班级员工全部拢请假，家己来隔离。中央的政策是这样定哦，所以真的是家长就很消极的哦，就是类隔离的方式哦，就让小朋友请假在家哦。台东县即阵有16号是全校来停课，38号部分班级停课，不过大部分顶礼拜停课7天学校8日就提前来复课。教育处表示，会互确诊班级停课全班师生会检查阴性，才法度登记学校。另外，绿岛家长要学生请假，会尊重家长的决定。要跟家长妥为说明，就是只要是有原本过去被框为同班居隔的孩子，我们现在一定会用快筛阴性之后才可以来复课。教育处表示，台东县要未少学校培养棒球队，有提供所在学生带。在新的规定之下，若是带宿舍学生出现确诊，家长佮无多刷登去厝的，会协调带入去加强型的防疫旅馆，袂互这学生互踢来踢去。记者综合报道。家己专市的国中小将演练网络教学，测试设备，嘛想办法要提高上课的品质。毋茫讲学生就算无法度伫咧现场上课，嘛莫会停止学习。老师伫线顶来上课，家己是政府利用拜6休训的时间，针对市内所有国中小举办线顶教学演练，替疫情可能会停课的状况做准备。早上开始在试练的时候，我们发觉网络上面有点比较缓慢，但是后续治安同仁这边已经做好了
及时的协助与克服，就能够再让后面的上线都能够非常的顺利。这个演练除了想要了解目前家长甲学生伫硬体设备使用方面的问题，学校嘛希望会当趁这个机会，让家长甲老师思考要安怎维持学生伫线顶学习的品质。去年的时候，其实在家里面也是突然的一个停学的一个情况，那变成是说我们就马上去准备，比如说平板或是电脑设备。然后对我们家长来讲，家长也可以趁机来检视孩子在家里面的数位学习的环境跟状况，也让家长为这件事情先做好各项的准备。教育处表示，无共年会线顶课程有无共的需求，年会较细的学生主要是电视甲讲解，年会较大的就拍离讨论线顶该作业的要求。市政府希望学校甲家庭尽量维持同款的脚步，减少疫情对学生的影响。记者李慧婷家己报道。新竹市有一间日照中心的员工甲社工做伙组乐团，演奏时代平常时爱听音乐，甲时代庆祝母亲节。时代听到好听的音乐，嘛对咧拍片啦。新竹市秋林园日照中心为了替时代庆祝母亲节，员工甲社工利用1礼拜的时间做训练，组成一支中西合并的乐团，演奏怀念老歌，时代拢听甲真欢喜。看他们这样，都很高兴。既然员工都有各自擅长的乐器，所以大家就决定重拾自己的乐器，然后一起团练，对，然后就是没想到意外的和谐好听。日照中心讲，过去母亲节都邀请外口的团体来表演，不过最近疫情较紧张，为着防疫，员工在想讲家己来组乐团，亲手表演了时代看。那很感谢我们的员工们都自动自发的自行组成了乐团，为长者增加听觉的刺激，也制造一些母亲节的气氛，增添了温馨的感觉。疫情期间，嘛造成真侪社福团体经营困难，不过照顾的工作同款袂使停。中心今年目标按说要募200万经费，目前敢若募到45万。伊嘛希望大家斗3工，帮助独居时代甲弱势家庭的照顾工作。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报道歌王文夏顶个月过身，伫伊台南老厝边的专美戏院，放送文夏的经典电影《再见台北》。路口阁有蔡一北纪念看板，当年甲文夏做伙表演的4姊妹嘛来参加纪念活动。有2层楼高的文夏纪念看板，车北即天现身府城的民权甲永福路口，派一支吉他的文夏，伊徛的所在就是少年时行过的路口。对面即间全美戏院嘛是伊的老厝边。细汉吼，伊都伫遮大汉，一回就住伫遮，伊拢爱看买场的电影。有阵时下晡，我拢有看伊头买几10届的，拢来遮看电影。全美戏院的头家特别甲金甘蔗影展合作，车北即天替因心目中的台湾歌神举办纪念活动。民权路正做星光大道，第一粒台湾之星就是文夏。当年甲文夏四界表演的4姊妹，嘛做伙来怀念伊。伊现在那早走吼，对于我来讲吼，实在是一大的损失啊。他到现在也有在创作，他还有一些歌曲都已经做好了。拢也未发表的。文夏这人等于就代表咱台湾甲台语的文化，想要伫遮来拍咱台语的电影，咱来号召全台湾所有拍片的人来遮，咱过来文夏的精神来拍咱台语的电影。为着怀念文夏，伊的经典电影《再见台北》，车北暗时，民众会当来全美戏院免费欣赏。母亲节即天，大家做伙唱《妈妈，请你也保重》，嘛希望文夏歌声会当流传。妈妈，请你也保重。记者邓家文、罗伟哲台南报道。天气报你知，明仔载水气增加，各地要注意短暂雨甲雷公雨，尤其是东半部甲西半部山区可能会闪大雨。天气多变化，乡亲要加减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2度到26度。
中部地区22度到29度。南部地区22度到31度，东部地区22度到27度，外岛地区21度到26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